香港邊條滑梯最快？為咗認真對待今次嘅實驗，我哋除咗全港最高嘅7條滑梯，就睇下邊條最快。深水埗公園開始，呢條滑梯係最長嘅，有成13米。而家就上去試下。講真，爬到上嚟咧，體力剩翻20嘅咋。2、1，哇！好快，佢係有急彎㗎。深水埗公園13.6 km/h， 啟德五行同樂園火區滑梯啊！啟德火區滑梯10.4 km/h， 茶果嶺海濱公園開始。注意高溫表面。3、2、1，唔得喎，好絕喎！哇！呢度太絕啦，唔係我哋嘅問題咯。茶果嶺海濱公園7.8 km/h， 將軍澳南公園開始。哇！好快啊！哇！將軍澳南公園14.8 km/h， 聽講要遊樂場。開始。如果滑梯要每次都擒咁高先玩，我唔中意玩。好嚟啊！我一落嚟嗰下係，佢唔算快，但係好暈。車公廟路遊樂場12.3 km/h， 崇齡街遊樂場開始。2、1，哇！又係咁，崇齡街13.8 km/h， 天秀路遊樂場開始，一路好走啦！哇！好快！喺個管入邊咧係撞下，好似彈珠機咁咯。天水圍天秀路17.5 km/h， 呢條最快啊！